好，大家好啊！又 Peter Chan 啊，好耐冇見啦，係，因為我最近都比較忙啊，所以就出片又出得好疏啊，係啦，希望大家唔好見怪啊。好嗱，咁喺講呢個 topic 之前咧，都係講翻說話噶啦，希望大家多啲嚟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多啲嚟留下片啦，又或者將個片 share 出去啦，可以嘅話就麻煩大家幫手撳下鐘仔佢啊，係啦。咁今日咧講嘅呢個 topic 咧，其實你睇個 background，大家都估到噶啦，其實就係呢個日本 Visa 資訊更新咧就喺呢個10月16號啊，即係早幾日嘅啫，早幾日嘅事嚟嘅啫。好啦，咁就咩更新呢？咁你知噶啦，自從呢個高市早苗就做咗呢個日本自民黨嘅總裁啊，咁即係嚟緊嘅日本首相啦嚇。咁就你知佢一向咧就對中國咧就非常之咁強硬嘅啊，而撞啱咧呢段時間咧，經營管理簽證咧就有新嘅發展啦。嗱，咁喺今個月嘅10月嘅10號啦，雙十節嘅時候咧，日本政府咧就宣布咗呢個經營管理簽證嘅有關嘅一啲條款嘅更改咧，就喺10月16號啊，係啦，就正式呢個推行呢個新嘅更改啦，係啦，即係個法例會有更改噶啦，咁就已經改咗噶啦。嗱咁咧，佢就出咗呢一段嘢啦。咁我就同大家講解下有關日本政府呢個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嗰度咧，佢出咗呢個新嘅所謂經營管理簽證啊，即係 business visa， 佢有咩嘅更改啦？咁首先第一 part 咧就係講緊個資本金啊，即係你開一間喺日本開一間公司，成立一間公司，你要設定個資本金嘅。咁以前咧就500萬 yen 就 OK 噶啦。咁而家咧就至少要3000萬 yen 先可以啦，係啦。好啦，嗱咁第二項咧就係嗰個經歷或者學歷要求。以前咧就冇呢份嘢嘅，即係冇呢樣嘢嘅。但係而家咧就佢係要點咧？佢話要你咧喺日本或者海外啦，即係譬如係香港啦，做呢個即係開公司或者經營一間公司超過3年或以上嘅。咁樣先得，又或者如果冇你本身冇呢個公司嘅經營管理嘅經驗呢，唔緊要，佢亦都有個另一樣嘢就係要有個學歷要求啦。個學歷要求都幾近下噶，佢係需要你有碩士學位嘅，尤其是係一啲有關經營管理嘅一啲碩士學位啦，譬如係 MBA 工商管理碩士或者 MOT 技術管理碩士，係啦，呢啲咁樣嘅碩士學位係啦，即係最好。就有一啲同呢個管理啦 management 有關嘅一啲碩士學位啦，即係佢個學歷要求都好高下嘅，其實。咁所以咧，一般好多人咧，應該我相信咧，如果要申請咧，應該就係經營間公司3年或以上啦，嚇。咁但係如果你本身我有個 MBA 嘅，咁梗係冇問題啦，咁咪有揸住個 MBA 咪 OK 咯。如果你既冇喺喺日本或者喺香港或者其他海外開個公司經營一間公司，營運一間公司啊，又冇呢啲咁嘅碩士學位嘅話咧，咁就比較麻煩啦。好啦，跟住第3 part 咧就係僱用義務啦。咩僱用義務咧？以前咧就話如果你你嘅資本金啊，你成立喺日本成立一間公司個資本金係冇500萬 yen 嘅話咧，佢就要至少要請2個人翻嚟，係啦，嚟到即係要請最少2個伙計翻嚟，咁樣先得。嗱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佢嗰陣時咧就，如果你有500萬 yen就唔需要嘅，唔需要請人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一定要請最少1名日本籍或者擁有永久居住權嘅外國人作為呢個叫常勤職員啊。即係嗰個係啦，即係最少要請一個伙計係日本籍噶啦，或者有永久居住權嘅外國人啦，咁樣先得嘅。呢個就係第3 part 個要求啦。即係以前咧就可以唔需要嘅，而家就一定要。好啦，跟住第4 part 啦，佢係要求咧嗱，以前咧就冇話要你識日文嘅，你唔識日文都可以過日本開公司冇問題嘅。申請經營管理簽證咧，唔一定要識日文嘅以前，但係而家咧就點咧？佢係要求個申請人
或者係你請嗰個伙計咧，如果你係個伙計係日本人咁就冇呢個煩惱啦。如果你請翻嚟嗰個伙計咧係外國人，但係佢係擁有永久居住權嘅話咧，咁佢需要嗰個你請翻嚟嗰個伙計咧，就需要有日本語能力試驗嘅 N2或以上程度，又或者個申請人本身要有日本語能力試驗嘅 N2或以上程度先得。如果唔係就唔俾申請噶啦。咁所以呢個呢個語文個程度嘅要求咧，其實你話係咪嚴咗咧？咁其實好老實講啊，其他國家根本上基本上都要你需要有呢個咁樣嘅一定嘅語文程度先至可以入籍嘅，或者申請簽證嘅，呢個係嘅嚇。好啦，仲有最後一點啊，佢話咧嗰個事業計劃書咧就必須由日本政府認可嘅人士代為填寫，就唔可以自己填嘅。以前咧就係你自己寫得噶啦，你寫完之後咧如果你識日文咪直接寫日文咯。如果你唔識日文嘅，你寫完之後你揾個幫你搞簽證嗰個人幫你去寫翻日文版咪 OK 咯，冇問題嘅。呢個好閒嘅啫。咁但係而家唔係啦，佢係要求咧嗰個日本政府嘅認可人士去寫呢個事業計劃書咧，係邊幾類人咧？我就下邊括住都寫住噶啦，就係呢個中小企業診斷士要持牌噶嗰啲，公認嘅會計師都係持牌，或者稅理士啊，呢三類人啊，呢三類人都係持牌嘅啊，喺日本係有牌照啊，要考牌嘅，係啦。咁啊，中小企業診斷士以前就唔係好值錢嘅，因為以前真係唔係好需要嘅。而家我諗就應該都幾好揾啊。公認會計師同埋稅理士其實即係會計嘅，即係其實都係會計師嚟嘅啫嚇。咁啊都係持牌，咁你要揾佢哋寫先得嘅。咁所以呢幾個要求入邊，你話最嚴，即係你話對一般香港人嚟講咧，最麻煩咧，除咗呢個啦，即係要有第二 part 呢個啦，經歷或者學歷啦，個經營者即係要喺日本。或者日本以外嘅地方經營一間公司有3年或以上啦，又或者有個碩士學位啦，最好就係 MBA 或者 MOT 嘅學歷啦嚇。咁呢個都比較麻煩。不過仲有一樣最麻煩嘅咧，就係呢個最少要請1名嘅日本籍或者擁有永久居住權嘅外國人。嗱，呢個真係好麻煩，即係譬如如果譬如你係做電商嘅，咁你真係 one man band 搞得掂噶嘛？咁而家唔係啦，而家一定要請最少1個人翻嚟，係啦，仲要嗰個人一定要係日本籍或者係有永久居住權嘅外國人先得啊，都幾麻煩。好啦，嗱，咁大概就講解咗佢呢5個要求啦。咁至於而家本身已經擁有咗擁有咗呢個經營管理簽證嘅人咧，咁點算咧？對於現有呢個持有呢個簽證嘅人，咁點算咧？係啦，咁佢係要求點咧？日本政府就俾咗3年時間俾呢一班咁嘅人咧，去達至呢個新嘅標準啊！即係頭先上述呢個日本呢個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呢個所訂立嘅呢5個要求啊，5大要求啊，都幾嚴謹下嚇，只係俾3年時間啫。我覺得3年時間好似短咗啲。如果你話5年就可能會好少少嚇，即係其實你話喺日本經營一間公司500萬日圓資本金啊，實在冇乜可能嘅。除非你真係做電商嘅啫嚇，基本上咧你真係開一間鋪頭營運咧，500萬一定唔夠嘅嚇。以我經驗，我自己嘅經驗話俾我聽咧，500萬一定冇可能嘅嚇。你話1000萬都仲有可能，500萬真係冇乜可能嘅嚇。係啦，咁係啦。至於你話俾3年時間話，係咪好長咧？其實就唔係好長，我覺得好似短咗少少啦。如果長少少就更加好添，係啦。因為咧，好多人要 fulfill 到呢5大要求咧，
都唔係咁容易噶。尤其是不過佢呢個3年咧，主要咧其實咧，我相信啊，其實就係講緊呢一個喺日本開公司 over 3年或以上，所以佢係俾咗3年時間你嘅。咁其實就呢個要求就唔難達到嘅嚇。你話學歷呢樣嘢咁唔係個個有噶嘛，大佬嚇。咁啊，你話經營一間公司 over 3年，如果你喺日本 stay 咗3年，咁其實乜都夠啦，係咪先？或者你喺日本開咗間公司 over 3年，咁梗係乜都夠啦，係咪先？啊，呢個唔難搞嘅。啊，咁但係你話其他嘅咧，即係譬如你話要請個日籍員工，咁我諗就唔係個個都咁容易 fulfill 到呢個要求咯，係咪先？啊，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你喺日本開間鋪，其實你話係咪需要去到3000萬 yen 咧？即係其實我知道好多鋪頭其實可能講緊1000萬至1500萬 yen 已經係開得到間鋪頭，所以對於一啲小本經營嘅人嚟講咧，其實今次加到3000萬 yen 咧係比較麻煩嘅，係啦。咁所以咧，今次嘅要求收得咁緊咧，都幾拗教。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日本政府係主要係打擊啲中國人嘅啫，嚇。咁你冇計啦。好啦，嗱咁就講咁耐啦，咁都同大家總結一下啦。嗱，咁今次咧呢一個經營管理簽證咧，佢嗰個新嘅要求咧，分別係有呢幾點嘅。資本金，你喺日本開公司，你間公司嘅資本金咧最少有3000萬 yen， 係啦，即係大概8-6萬港紙到啦，8-5-6萬港紙到啦嚇。第二個要求咧就係話要喺日本或者係海外啦，營運一間公司咧3年或者以上嘅嚇。咁如果你本身冇呢個經營公司嘅經驗，但係你本身有碩士學位，尤其是你嗰啲工商管理碩士啊，或者技術管理碩士啊，即係 MBA、MOT 呢啲咧，咁其實就唔需要嗰個話咩要開公司 over 3年或以上，咁唔需要嘅啊。咁啊睇下你係邊一隻啦。好啦，另外咧就話咧，佢係必須要聘請至少1名日本籍或者係擁有永久居住權嘅外國人先得啊。咁呢個都幾困難下嘅，我相信唔係咁容易啊。好啦，跟住咧第4個要求啦，佢話要求個申請人啊，或者你請翻嚟嗰個夥計啊，即係嗰個擁有永久居住權嘅外國人啊，必須有日本語能力試嘅 N2 或以上程度。如果你請翻嚟嗰個係本身係日本籍嘅日本裔嘅人士，咁梗係唔需要啦。啊，如果佢唔係嘅，純粹係一個擁有永久居住權嘅外國人咧，咁就需要睇下佢有冇嗰個日本語能力試驗嘅 N2 或以上程度啦。係啦，當然如果你個申請人本身有N2 程度，咁啊唔使煩咯，係咪先？啊，如果你冇咧，就要睇下你請個夥計有冇呢個程度啦。好啦，最後一樣嘢就係咧，事業計劃書咧係必須要由日本政府認可嘅人士代為去填寫嘅，就唔可以自己寫嘅。而家以前係自己寫得嘅，而家就唔得啦嚇。咁呢樣嘢咧，其實就係俾錢嗰啲持牌人幫你寫嘅啫。咁嗰度唔係好多錢嘅啫，嗰度應該就我諗可能講緊2000蚊至3000蚊港紙啩，我唔知啦，因為而家啱啱先開始啫。咁應該都未有咁快有生意住，係啦。咁就相信今次日本政府咁樣去定下一啲咁辣嘅招咧，其實就係都嚇怕咗唔少人嘅，係啦。好啦，咁講翻香港啦嚇，香港你知噶啦，一街嗰啲咩軍國主義政治啦，一街自稱香港警察嘅恐怖分子啦。一街都係文革紅衛兵啦，非常之恐怖啦，搞到咧香港咧生意又做唔到啦，一日到黑咩乜法嗰啲乜法嗰啲咁樣，搞到生意又做唔到啦，樓市又大跌啦，仲要俾人制裁啦，尤其是你睇下美國同大陸嗰個關係而家去到咁惡劣咧，真係隨時都會爆發戰爭。咁當然唔係話聽日即刻爆發戰爭你如果根據呢個美國戰爭部所宣佈咧，中國咧係會喺2027年咧
對台灣進行軍事侵略㗎。嗱，呢個唔係我講㗎，呢個美國戰爭部講㗎，唔係我講㗎，唔係我作㗎呢樣嘢啊。咁所以大家要睇路啦，係嘛？咁所以有得走，梗係走啦，仲嚟喺香港把鬼咩？係啊。咁所以我都奉勸大家一句啊，咁就有得走啦。如果你準備走，但係一下子而家又走唔到住，可能要再等多些少時間嘅 ，OK 唔係問題。咁咧最好就唔好去，即係喺香港唔好有太多消費啦，更加唔好去北上消費，因為你去大陸消費就等同於進行一啲軍國主義政治嘅行為啊！而且你大陸啲嘢食係有毒嘅，長期進食咧係會好容易死人嘅。就千祈唔好去大陸食嘢，亦都唔好喺香港咩消費啦。啊，如果要消費要吃喝玩樂嘅，梗係日本玩啦，梗係嚟日本玩啦，係咪先？有乜理由去大陸消費啊？傻咗咩？係咪先？啊，幾平都唔好去大陸啊！話俾你聽，真係真係唔好揾自己條命嚟教飛啊！真係，係咪？好啦，嗱咁今日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先啦。咁就好，都係講翻說話，希望大家多啲嚟 subscribe channel 啦，多啲嚟拉我片啦，又或者將我片 share 出去啦。可以嘅話就麻煩大家幫手撳下鐘仔佢啊，係啦。咁今日講嘅呢個日本 Visa 資訊嘅更新，喺呢個2025年嘅10月16號呢個更新呢，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咁就多謝大家收睇收聽，好多謝晒先，好，下次再見，拜拜。